我自己喺瑪麗醫院做嘅，但係應該瑪麗港怡同東華醫院都有合作嘅。咁就一定係 D 啦，即係瑪麗同埋港怡同埋東華都一定有合作㗎啦。咁啊，應該全部都係㗎啦。咁就係啦，因為我做學生嘅時候，應該呢幾間醫院都有去過嘅，咁就應該好有印象。呢幾間醫院都有同我哋港大外科合作，合作無間。港大外科嘅主要基地係喺瑪麗醫院，我哋嘅醫生同時兼顧教學、診症同埋治療呢幾方面嘅工作。咁除咗瑪麗醫院之外咧，我哋亦都仲有幾間醫院一齊合作去教好我哋嘅下一代，當中包括有東華醫院、葛量洪醫院、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、港怡醫院、養和醫院同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。咁呢醫院同時亦都提供唔同嘅環境，亦都有唔同嘅病人種類俾我哋嘅學生，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病症、唔同嘅機會俾佢哋學習，將來做個好嘅醫生，回饋社會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